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34天的共读。今天要请玉兴执事来带领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信实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时刻保守和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醒来都是恩典，都有祝福。求主圣灵更新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每个清晨用渴慕的心寻求主的话语，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对焦主的带领，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将你的真理实践在生活中，将基督的爱行在每个角落，向世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让更多人得到这一份永生的救恩。我们将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第24章，看见大祭司也请了律师要来控告保罗。那主要罪名就是他亵渎圣殿。那保罗他也举出了时间、日期、地点。那他提出他并没有罪，但是他却仍然为自己辩护的重点放在他为主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那总督菲利斯他也有听过，认识这福音，认识这道。那我们也看见菲利斯他三番两次的拖延，那甚至私底下他想要得到好处。那也看到菲利斯三面的手法，一方面要听保罗讲道，一方面又希望保罗给他钱，一方面他也想要讨好犹太人。那后来昨天我们最后看到菲利斯，好，那他在任内因为生病死了。好，那接下来是一个新的总督波求菲斯都上任。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25章。那这也是保罗他能够去见到亚基帕王的关键，也是保罗他前往罗马的一个关键。那我们来请玉兴带我们来读25章1到7节。25章第1节，菲斯都到任后3天，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向他控告保罗，他们请求菲斯都，要求他送保罗到耶路撒冷，阴谋在路上埋伏杀他。菲斯都回答他们，保罗现在被拘禁在凯撒利亚，我不久要回到那里去，你们的领袖可以跟我一道去，如果那个人有什么不法的行为，就在那里控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又住了10天8天，然后回凯撒利亚去。第2天他就开庭，命令把保罗带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在他周围站着，用许多严重的罪名控告他，可是都无法提出证据。以上。好，谢谢。那前一个总督菲利斯拖了2年，没有做出处理。那新的总督菲斯都呢，相较起来非常的积极。那这里讲他到任后的3天呢，那3天他就直接上耶路撒冷去，那表示他已经对保罗这个案件可能已经有了想法。那他去耶路撒冷呢，去跟祭司长犹太人的领袖来见面。那祭司长仍然来要求菲斯都要来受审好，那甚至呢他们给这个菲斯都一个建议，就是在该撒利亚他们没有办法施展身手可是他们用骗的方式让菲斯都把保罗带来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继续想要在路上埋伏杀他所以这趟路2年多之前说有40个人犹太人他们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那这40多个人那可能还是继续跟祭司长跟犹太人的领袖继续在图谋这样的事情。那菲斯都的回答是，保罗现在被拘禁在凯撒利亚，而且他也要回去凯撒利亚。
你们领袖可以跟我一道去，如果那个人就是保罗，那他有什么不法的事情，你们可以在那里控告他。所以费斯都表面上也没有直接答应或是接受犹太人的建议哦。那他们费斯都意思就是他要来到这边，那请犹太人再去到北上到菲斯都，那北上到凯撒利亚，然后他可以在凯撒利亚来做公正的审判。那菲斯都只有在耶路撒冷又住了10天8天就回去，那第2天就开庭了。好，所以可见呢，费斯都是很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那第2天呢，不仅是保罗来了，好，那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也在他周围站着，用许多的严重的罪名控告保罗。那所以这可能就是让保罗不晓得，属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好，那犹太人他们是属于比较积极的状态。但是呢，即便这些罪名，好像之前律师铁土罗就用了瘟疫，用了作乱的人，用了头目，用了污秽，几个这个字眼要来控告保罗。但是呢，控告归控告，但是罗马法律要求的是证据，却没有办法提出证据。好，那接着请玉兴指示带们读8到12节。第8节，保罗为自己辩护，说：“我没有做过任何违反犹太人的法律、亵渎圣殿或冒犯罗马皇帝的事。”可是菲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就问保罗：“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接受我对这案件的审判吗？”保罗说：“我现在站在皇帝的法庭上，这里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你自己也知道，我并没有得罪过犹太人。如果我犯法，有什么该死的罪行，我绝不逃避惩罚。如果他们对我的控告都不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交给他们。我要向皇帝上诉。”菲斯都跟他的参谋商量之后，就说：“既然你向皇帝上诉，你就到皇帝那里去。”以上。好，谢谢。那这些控告没有成立，反倒是保罗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他主要辩护就是他说他没有违反犹太人的法律，也没有亵渎圣殿，也没有冒犯罗马皇帝哦。所以不论是就宗教上来看，或是政治上来看，保罗这些控告呢并不能指证，反而保罗再次强调他自己的清白。但是菲斯都呢他却在这里表现出他的立场哦。他跟前一任菲利斯一样，都要讨好犹太人。那从比拉多、菲利斯、菲斯都，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提到这3位犹太的总督巡抚，都是想要讨好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势力，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国家他们却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所以为了要让这些罗马巡抚好做事情，他们都会来参酌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意见。那所以菲斯都也在这边提出了一个陷阱题就是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边接受我对这案件的审判吗？所以菲斯都到底是知道这条去耶路撒冷的路保罗会被陷害被杀死，还是他是不知道，但是他想要把保罗带到犹太人的势力范围当中，然后在那边透过这个主场的优势来审判保罗。好，那保罗不管知道或不知道，但是保罗呢他已经有一个清楚的底。所以第10节保罗说他现在站在皇帝的法庭上，所以保罗呢在这边非常冷静，说他在这里凯撒利亚受审问。这个审问他的权利呢，即便总督省长他有权利来审判，但是这是按照罗马的法律，是按照凯撒所授予的这个权利，所以他直接指明说这场的审判呢是罗马皇帝所赋予的。所以这里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这就是他应该接受审判的地方。
好，那在这里的这一段的保罗的答辩呢，好，在马丁路德好接受德国皇帝的审问的时候呢，好也是情境非常的像，好就是马丁路德说，好这就是他的立场，好 Here I stand， 好就是他现在站在这里，那他不是站在审判台，他是站在圣经的立场，那保罗说：“你自己也知道，我没有得罪过犹太人，所以这个菲斯都呢，他可能是从这个升官升上来因为前一任菲利斯是生病死的，所以菲斯都可能是升官升上来，所以这2年多的处理过程当中，菲斯都应该都也在旁清楚。那我们也看见路加对这段的记载也是非常详细。他说，如果我犯该死的罪呢，他不逃避，但是呢，谁也不能把我交给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把我带去耶路撒冷。好，所以菲斯都呢，好，他因为都搬出罗马皇帝好的名字，好，所以他说，既然你向皇帝上诉，就到皇帝那里去。那所以这里就是菲斯都同意要让保罗前往罗马。那皇帝是谁呢？皇帝就是当时尼禄皇帝啊，那他的统治是在主后54到主后68，甚至几月几日都有清楚，总共是13年又240天。那他出生是在主后37年，那逝世是在主后68年，就是他统治的最后一天了，甚至呢，他逝世的时候也才不过是30岁啊。好，那这里维基百科上面有这个这个尼禄皇帝先后娶的妻子啊，好，那他是从他的父亲好来接替这个王位，好，但是这个年轻的尼禄皇帝呢，好，据传曾经建了一个30公尺的巨像，好，这个巨像是没有穿衣服的，好，那他就是矗立在罗马帝国的行政中心。那尼禄皇帝呢，喜爱诗和音乐，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浪漫感性，他也不顾臣民的观感，他四处旅行，表演戏剧。那他对舞台剧表演非常的痴迷，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从小看表演看到大。那他近乎偏执，那他有一个文艺青年的形象，却有一个暗黑的灵魂，就是他冲动、任性、暴虐、易怒，甚至嗜血。那他杀了自己的妈妈，毒害自己的弟弟，好，然后也把所有他亲近的人都给陷害杀死。那他不容自己的好恶被挑衅、被挑战，不择手段除去一切威胁自己权利的对象。那暴虐加上生活的奢靡，那还有他对艺术的追求，所以他对皇宫艺术有一个梦，就是建造一个金宫是他的梦幻。好，那这个金宫呢，据传呢，就是在现在罗马的这个罗马剧场的占地，那就是盖在这个金宫之上就是在它的基础上面，所以整个罗马的市中心呢，都曾经是这个主后第1世纪尼禄皇帝他开发建设的地方那在罗马也可以看到古代的这个竞技场是这么长，就是在2个山丘的中间这一道，所以是当时每一次的格斗竞技呢，都比那个罗马的竞技场还要大，好，那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浴缸，这个浴缸呢是用整块的巨石赤斑岩巨石所雕刻的，雕出来的，直径是将近5公尺，那周长呢有13公尺，那据传就是尼禄皇帝统治罗马的时候呢，他所要命令人为他所做出来的一个浴缸是一个可见他的奢侈。那尼禄皇帝呢，最出名的就是他后来一开始才是一个会倾听百姓，到后来成为一个暴君，那甚至到主后64年，那有这个罗马城所发出的这个大火，烧了6天7夜。
好，那据传背后是尼禄皇帝好下令好，但是最后却嫁祸给基督徒啊。好，那也据传当时的保罗或是当时的彼得，好都在罗马，保罗在外地，彼得在罗马。好，那但是呢，这也是造成他们后来这群基督徒，彼得被抓去监狱，保罗也被抓去监狱关的一个原因。好，那这个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有提到。好，那我们这边就不再多提了。不过这个古代罗马广场的废墟呢，好也是在这个大火之后，好可能重建的一些的一些的建筑，好或是在大火之前没有被烧掉，好完整所留下来的。那这也是从今天的罗马城还可以看到，让我们感受到当时尼禄皇帝他的威权有多大。好，接着再请玉心姐带我们来读13节到19节。13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贝尼斯到凯撒利亚来迎候菲斯都，在那里住了几天之后，菲斯都把保罗的事告诉亚基帕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下的囚犯。前次我上耶路撒冷，那边的犹太祭司长和长老控告他，要求我定他的罪。我告诉他们，按照罗马人的规矩，在被告没有跟原告对质，还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之前，是不能够判罪的。等他们都到这里之后，我没有耽误时间，第二天就开庭，命令把那个人提出来应讯。原告都站起来控告他，但所告的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罪。他们跟他争论的是有关宗教上的问题，以及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这人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还活着。以上。谢谢。好，那13节提到，当这个非常积极的菲斯都，好，那他一直要来处理保罗的案件，好，那大概只花不到半个月，好，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他想要把保罗的上任不到半个月，就想要把保罗的案件呢，把它处理完，好，但是呢，他也是踢到了铁板，好，只能让保罗去到罗马皇帝那里。那但是在这段时间呢，可能在来往公文或在准备案件的这个期间，好，那亚基帕王和贝尼斯，好和本翻成百尼基，百尼基好来到了凯撒利亚，好，那所以亚基帕王呢，好，他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英雄一样的，好，像英雄一样的。那他是亚基帕二世哦，好，二世。好，那前面有个亚基帕一世，好，亚基帕一世呢是大希律的孙子，所以亚基帕王二世呢是大希律的第4代曾孙。那亚基帕二世呢是主后的27年出生，好，那他一直都在罗马长大。那他的爸爸亚基帕一世死的时候呢，亚基帕二世才17岁。那主后50年，就是哥老丢皇帝，就是克劳地，才让他接手他父亲亚基帕一世的领土。那亚基帕二世就是大希律呢，的太太本来就是犹太人，他们才有机会在犹太这个地方来管理，做王。那他对犹太文化呢也相当的熟悉，那他也会处事，也会站在犹太人跟这个政治立场一样，因为他们人数众多。那他也有管理耶路撒冷圣殿财务，还有委任大祭司的权限。所以亚基帕王二世呢，大概死于主后1000年了，所以大概70几岁。那他死后呢，没有留下后裔啊。那亚基帕王二世他都一直以该撒利亚腓立比做他的首都，甚至把该撒利亚腓立比称之为尼禄之城。等一下我们会再复习这个地方。那百尼基就是这个现代中译本翻成贝尼斯贝尼斯是现在英文比较通常用的名称好，那和本呢，好，那100年前的翻译是百尼基，那它的意思是带来胜利，那是亚基帕一世的女儿，
好，所以可见这个亚基帕二世跟百尼基啊，或是贝尼斯啊，他们虽然不是同母，却是是同父异母。那所以说是他的妹妹，好，那他小他只有1岁啊，好，那这个百尼基呢，在13岁的时候就嫁给他的叔父，我们之前有提过，后来又因为他的叔父就是他的先生死了，就回来跟亚基帕二世同住，好，那当时就有乱伦的传言，后来又嫁给西西里王好普拉木啊，然后又跟提多将军相恋，后来又回来跟亚基帕二世同住啊，那最后他们是用王跟王后好的姿态啊一同来出现了，好，所以可见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混乱呢，好是非常的出名。那他们所住的该撒利亚腓立比，那如果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有印象，这里就是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地方。好，那这也是耶稣对彼得说，好，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好，那个阴间的权势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好，这个地方的名称，好，跟带这个记号，好，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神庙，一个黑暗之洞洞穴，所以他们来到这边来宣告。那所以从这个图表我们之前有提到，亚基帕一世呢，好，其实是大希律的二儿子，好所的孩子，好，但是大希律把自己的老大、老二、老三呢，好，通通都杀了，好，那但是呢，在杀了以前，他已经留下了他的后代，好，所以这个亚基帕一世呢，就是杀了使徒雅各好的那一位亚基帕，好，就是希律王。那他的儿子呢，亚基帕二世呢，就是来审问保罗，好，所以这已经来到了从耶稣的时代大希律，好，那到第2代，好，那施洗约翰，到第3代，好，使徒雅各，到第4代是使徒保罗，好，那这个大希律家族呢，好，跟基督徒跟耶稣的门徒使徒们，好的关系密切，好，但这个关系呢，都是站在迫害的关系啊。好，那这个刚才讲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好，也是这些希律分封王，好，他的希律的后代分封到的这个地区，好，那不同的范围，那这个亚基帕二世，好，就是分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好，那他所以和他的其实是妹妹，后来也变成他的王后，好，百尼基，他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好，可能是妹妹土希拉，好，土希拉呢，好，就嫁给他的叔父啊。好，所以这个图表好，让我们真的是很难颠覆我们的想象。好，那所以当这一对亚基帕王来了之后，那这也是保罗他有机会来向王来分述，好，来做见证。那菲斯都一样，先把保罗的案件好来向这个亚基帕王来陈述。好，那这里面的陈述呢，就跟之前千夫长吕西亚要向总督菲利斯的陈述一样，好，都讲到了很多第一人称我，好，都是一个下对上的一个报告。那这个主要的报告呢，好，我们已经好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直接看18节，好，就是他对不起，17节这里菲斯都有提到说，我没有耽误时间啊，第2天就开庭，好，所以证明说这个菲斯都好，他的确是刻意的非常积极在处理这个案件。但18节原告被告都来了，好，但是所告的都不是我所想象那个罪。所以即便菲斯都想要让犹太人有机会，但是犹太人搬出来证据呢，都在罗马的法律的光照下呢，都呈现出都是虚假的、不实的，不能够成立的。好，但反倒是呢，19节他们争论，这些犹太人跟保罗争论是有关宗教上的问题。和本是翻成敬鬼神之事啊，敬鬼神就是神灵的事情，以及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好，所以前面呢前面的审判呢是说故意不提耶稣啊，好，是讲说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好，那或是一个死里复活，但这次呢菲斯都呢把耶稣的名字都搬出来，好，所以这也成为罗马法律上面的记载的记录，说这个人耶稣已经死了，
但是保罗却坚持他还活着，所以他们对复活呢的了解的程度呢，只能够到这里，却还不能进一步了解说耶稣的复活是要赦免人的罪，是要拯救世人。好，最后20到27，请玉欣姐带我们来读。20节，对这案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保罗是否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审。可是保罗请求我把他留下，由皇上审判。因此我命令把他留在牢里，等着接他到皇上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想听听这个人讲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贝尼斯大排仪仗，浩浩荡荡地进入大厅。跟他同来的有各指挥官和城里的显贵。菲斯都一声令下，保罗就被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座各位，请看这个人，他就是所有犹太人在这里和耶路撒冷向我控告，要求处死的。但是我查不出他犯了什么该判死刑的罪，而且他既然要向皇帝上诉，我决定把他解去。只是关于这个人，我并没有具体资料可以奏明皇上，因此我带他到各位面前来，尤其是亚基帕王面前，好在查明案情之后有所成奏。因为依我看，解送囚犯而不详据案由是不合理的。以上。好，谢谢。那当扫罗就是悔改信主之后，亚拿尼亚去为他按手祷告。昨天我们主日也有分享，就是上帝给保罗的意象呢，就是要他前往外邦人、君王跟犹太人那里来宣讲上帝的宣讲上帝的福音呢。那所以这是保罗他有机会来到了这个君王的面前，那是亚基帕王。那这个亚基帕王的决定呢，也攸关他后来是不是能够去到罗马皇帝的面前。那菲斯都呢，他非常的慎重。那这里有讲到亚基帕和这个愿意来接受这个审判愿意来听这个人审论所以菲斯都的激情呢，在这边再次看见，明天你就可以来听所以菲斯都做事情是非常的明快但是却是在审判这个事件呢，判不了决所以可见这个事情真的是引起他们的困扰。那果然第二天亚基帕贝尼斯大排仪仗那和本翻成大张旗鼓就是浩浩荡荡声势人多势众来进入到这个菲斯都他的这个总督的厅里面，同他来的还有各个的众千夫长所以这么多千夫长等于是这些的这管理军队的军官城里的显贵那菲斯都就一声下令，那就叫人把保罗带进来。所以如果我们是保罗，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可能紧张的要命或是可能我们非常的担心那但是呢菲斯都就开头了说亚基帕王跟所有在座的各位那这个人呢，就是所有犹太人和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恳求要杀死，要不容他再活着的一个大恶人、大罪人但25节我查明他没有什么犯该死的罪，而且他自己也已经要向皇帝来上诉。那前面没有提到要向皇帝上诉，也不是说我想要就要，他可能要缴纳费用，或是他可能要有一个保证金，或是一个程序所以可能也是透过教会让保罗来供应保罗那所以他完成这样的程序呢，他可以向皇帝上诉所以菲斯都已经决定要让他去罗马，但是26节可是呢要让他去跟皇帝上诉，我却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就是他还没有还没有办法下笔，或是还没有办法把这个公文说到底什么事情这个人一定要送到皇帝的面前，让尼禄皇帝来审问他
好，所以因此我把他带到你们面前，尤其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所以这也对菲斯都来讲，就今天亚基帕王说什么，好，那菲斯都就写什么。好，那当菲斯都写了之后，好，那他也是带到去罗马皇帝的面前。好，所以菲斯都说，因为据我看，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好，所以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理由，菲斯都没有办法下手，没有办法来把保罗送出去。好，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好，犹太人对保罗的恨呢，好，已经超过2年，甚至不止2年。好，从保罗，好，他第9章悔改信主之后，那时候犹太人就第一次想要杀他，然后后来好到这个来到了千夫长的手中呢，好，是这一段呢，也是犹太人第2次非常积极想要杀他，甚至还有40个人发誓，好，保罗不死就不吃不喝。好，那一直到现在呢，好，换了一个新的总督菲斯都，好，他们还是逮到机会想要杀他，好，所以这么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满心满脑子想要杀保罗这个念头呢，让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因为很基本的10诫不可杀人，他们都不遵守了，他们怎么会去遵守上帝其他的诫命和要求？好，即便他们设下一个圈套骗局，但是保罗没有掉进去，是因为上帝已经也在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给他对，是在12章在14章告诉保罗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上帝也要让保罗在罗马为他来做见证了。所以这个保罗应该在24章所以保罗他回应这个意象，所以他知道上帝要把他带离开罗马，他不能死在这里。那新的总督菲斯都表现非常的积极，但是保罗的案件呢仍然卡住，一直到亚基帕王跟百尼基的来访，让保罗得到一个向君王做见证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路加的记载非常贴身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当时保罗接受审问是处在一个劣势，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当中，但是保罗他却有上帝的依靠和帮助。我们也看见在地上的国并不能来审问天上的国，以至于地上的总督、千夫长或是地上的君王，他们对于天上国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明就里，甚至摸不着头绪。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所要接受的审问不是地上的律法而已，而是天上的律法，也让我们能够遵守主你的话，让我们行走在光明中，也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够使人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救赎，是上帝给世人的好消息和福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我们也为在这礼拜开始的夏令营各样的活动，以及在台风当中不受到影响，也求主看顾保守，也为我们在住院当中或是在休养当中的这些长辈或是弟兄姐妹，也愿上帝你的看顾。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玉心执事，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